阿 Lily， 我想問譬如生完小朋友啦，身體係真係比較差，尤其是譬如可能開完刀，然之後坐月嗰陣坐得唔好咧，咁好多風邪啊，好多病啊，都會喺嗰段時間即係會產生。生產完之後，咁譬如阿洪太就頭髮出現問題啦，其他譬如有邊啲係高危時期都會導致頭髮甩嘅啦？除咗係即係生育之後，譬如係咪做完手術之後或者其他？至緊要咧就係咧，我哋生完 B B 之後咧有個開心嘅心情，即係要食得好，同埋瞓得好，呢個係好緊要嘅。點為之係食得好、瞓得好咯？即係啱自己嘅。即係你如果你係開心嘅話，你肯定好好胃口，你唔會揀飲擇食。第一、第二，女人生完 B B 個身材，梗係即係會有少少嘅變化啦。咁亦都唔需要話好大嘅擔心咯。我見到好多即係我公司好多女士咧，佢哋生完人之後咧，佢好心急去即係做 facial 啊，或者係即係 keep 住自己身材啊，即係梗係有參差噶啦。呢個愛的付出係嘛？咁啊咧，如果你係話保持有心情嘅開朗，保持你健康嘅飲食，咁啊咧，仲有咧，即係你冇有好多人咧，即係產後憂鬱啦嗰啲啊，都會咧慢慢令到即係甩頭髮嘅。譬如話唔開心啊，或者呢樣嘢咧就。即係個先生嘅位置就都好緊要嘅。譬如而家阿洪太頭髮生翻好啦，我冇見好多生完育嘅婦女就未必甩頭髮甩到緊要，但係頭髮好稀薄。呢個情況係點解？同埋即係可以生活上面點樣改善啊？呢個咧就即係氣血不足嘅。即係我哋嘅頭髮咧嗰個即係蛋白質嘅微量元素咧係流失嘅。咁啊咧呢啲情況咧佢真係要做多啲運動咯。係咯。咁啊，令到即係同埋咧，要選擇即係健康嘅，即係護理頭髮嘅嘢，冇話即係去刻意咁嘅樣生完 B B 要再秧啲啊，咁要去再去整頭髮啦，又剪頭髮啦，又乜樣，係唔需要噶咯。如果係要嘅話咧，即係最好就即係1年之後先做呢樣嘢咯，因為生完即係女人真係好虛弱。係啱，同意。